咁樣嘅事以前未發生過噶噃。上次都係因為冇燃料唔走得噶。使唔使搵人去提醒數碼子啊？咁嘅年紀嘅女仔需要人關心噶。呢次又幾淡定喎。咁咪係咯，準備好晒啦，加碼。要用手動模式設定目的地啊，喵！數碼子人打算去邊度啊，加碼。喵！出發啦，喵！真係要翻去啊，加碼，唔係講下嘅啫咩，加碼。今次係真㗎，加碼。兩手空，使埋手術咩？我跟怕怕。點解可以喐到嘅？真係奇啦，明明用晒啲燃料噶喎。喺度啊，數碼子。士皮小姐已經同你飛碟加足燃料噶啦，而家至知原來所謂嘅燃料係拍餅嚟呀！再見啦，數碼子。唔係嘛？ Cut，OK。真係辛苦晒各位。係數碼子。冇辦法提升狀態嘅喵。咩啊？不知不覺整咗貓耳仔蛋糕啊，喵！你搞乜嘢啊，哥哥？諗住裝個探測 UFO 嘅裝置，探測 UFO 裝置？咁可以隨時隨地探測到數碼子坐嘅飛碟跌落地球邊一忽啊嘛。哥哥啊，數碼子已經翻數碼星噶啦。話唔埋噶。咁哥哥，我都嚟幫下手啊！呢款奇幻糖果，結果都冇機會俾我哋嘅報紙食啊！白夜公，飲杯茶先啦。唔該晒你啊，白夜婆。有件事我一直想講㗎，喵。就係既然數碼子姐姐走咗，咁我已經冇理由留喺地球啦，喵。不如去追數碼子姐姐啦，喵。其實我哋等你講呢句說話等咗好耐啦。秋古奶公主去邊，我哋都會追隨噶。要永遠追隨錯子啊！其實我哋已經等咗好耐，先有機會講到呢幾句對白嘅啫。喺呢度食雜草食到厭晒啦。好啦，我哋今日就出發啦！嚟多碗食飽肚先啦。男賓女賓一律歡迎白靚靚茶仔剃頭媽。由新晉公主拉比安主禮白靚靚茶仔剃頭媽。哦，兔田。數碼子。喂，毛毛仔。原來聽錯咗，就算佢而家再叫我兔田嘅，我都唔會太過介意噶啦。白夜婆啊，係乜嘢嚟？搞掂啦，星子，試下開個掣啊！哎呀！哥哥啊，睇下，喺空地嗰邊。咁就搞掂晒。出發啦！喵，估唔到我哋一話要走就有咁多人嚟歡送我哋啦，喵！唔通唔係？喵！講你啊，數碼子。係兔田把聲啊，喵！唔通我翻地球，喵？你呢個數碼子啊，我就知道你未夠當肯翻數碼星度做公主噶啦。勸你都係留翻喺地球呢度繼續修行啦。又會咁嘅，真係難搞啊，喵！既然係兔田你求我留低嘅，我就即管留多一排啦，喵！我幾時有求過你留喺度啊？橫掂已經翻咗嚟啦，不如索性同大家一齊生活耐啲啦，喵！歡迎你翻嚟喎！報紙啊！我跟婆婆，我翻嚟啦，喵！報紙啊！子妹妹，你翻嚟啦！咁我呢？家嘛？我呢？嚟啦，快啲投入我嘅懷抱度啦！唔知點解咁做，不過好開心啊，家嘛？喵！原來我翻嚟個個都咁開心嘅，喵！咁即係我都有啲優點啦，喵！好咧，啱啱完成長途宇宙旅程，搞完呢個歡迎 party 之後，要好好瞓翻覺。唔好咁厚面皮啦，我哋冇人講過話會幫你搞歡迎 party 啊！兔田係開心就咪認咗佢啦，喵！我叫我兔田啊！數碼子，你特登搞錯目的地嘅喵？
係我親眼見到嘅喵。喺學校途中數碼子改變咗目的地啊喵！有咁嘅事咩喵？我不嬲都咁大懵噶啦，搞錯都唔出奇啊喵！你特登咁做㗎喵？其實媽媽都好明白嘅，係媽媽。自己行嘅路要由自己決定，呢樣係公主修行最重要嘅一環，由你自己去決定啦。媽媽絕對唔會有異議嘅，不過有條件㗎，就要繼續喺公主學校讀書，即係做2年級生，修行嘅路仲未完㗎。真係嘅喵？咁即係大家又喺埋一齊啦。係啊，好嘢啊！做2年級生喵，唔係咁容易捱噶喎喵。ここでこうして会えたから全ての奇跡本当になるいつも笑ってくれるから勇気や元気膨らんでくる私たちはかなりライバルでも友情なんて言葉に反応しちゃうのだから大好きそこが大好き自分らしくそろあなたらしくだから大好きめちゃめちゃ大好きずっと忘れないからありがと我數碼子而家開始要去盡地球唔同嘅地方，繼續我嘅修行啊喵！由於聽日下晝嘅3點半開始係永女子世界盃乒乓球賽，迪色媽妹將會暫停播映，敬請留意。跟住俾佢係得得啲啲精靈樂園。